解脱功德之引导本二，两种解脱，它文法方式前面还有文法方式嘛，然后，解脱之，所谓的解脱是脱离轮回的大苦海，获得声闻缘觉圆满菩提的任何一副果位都是解脱。解脱之分类，看一下能获得解脱果位之因和解脱之果这两种。第一，能获解脱果位之因从难得，从下面难得开始，是不是？是。从下面难得开始，以事业，以业力心，然后调顺自相续，然后从一切圣道之基石皈依开始，至圣道正心完全圆满之间，每修法都有各自的功德。前面已经讲述了，后面还要讲述此为解脱之因。那么这个前面呢，就是解脱也是有很多种，像比如说声闻也好，缘觉也好，菩萨也好，成佛也好等等，而且获得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好等等，或者是获得往生在莲花生大师的坛城、金刚萨埵的坛城等，到那个净土等等，所有一切都是从大致上来说的话，就是叫做解脱。那么在得到任何一种这样的解脱，都是对于我们作为一个人间的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殊胜、非常好的一个功德，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所以听到这个解脱的话，那我们就是并不是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学佛的这些实践人所想的一样，人死了就相当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人死了，他就是得到了解脱。那么这种是根本不是，因为这人这一世当中走了，他还会有下一世，今生没有什么修持的功德的话，下一世会更惨等等的这些。但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谓的解脱呢，就是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再也不需要再轮回，以这样的一个功德来说的话，那就叫真正的解脱。那么这个中解脱来说的话，你能够得到这种声闻缘觉的果位也好，菩萨的果位也好，佛陀的果位也好，那么在任何一种这些果位都是非常殊胜的，都是叫做解脱。获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好等等，一切都是不需要再也轮回的，所以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然后这个下面刚刚是皈依开始，从皈依开始，那这个是讲的就是大致的这个程序。因为一个人修行的时候，从皈依开始到解脱的之间呢，就是每一个传承，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教派，你今生自己能够可以在投生在任何一个地方，主要是有佛法的地方，圆满了这种18相满的一个人的话，那都是非常殊胜的。因为什么呢？你就是接触了刚刚就前面所讲的这些一切，它有完整的从皈依到解脱之间的修持的方式。所以就像我们这一生当中投生到
有大乘佛教的地方。那么我们修持呢，就是在大乘佛教接触的就是大乘佛教的传承。所以我们从皈依开始呢，就是我们按照在六度波罗蜜的修持，然后在事出离心、事无量心等等一切的，在这个怎么说呢？修持的教法，按照从皈依到整个的这个前心、正心、后心圆满，全部都是按照这个大乘佛教的修持的方法。尤其是在我们这一次能够遇到的，就是在密乘大圆满法，它有它的修持的方式。那么在这些一切都是遇到了任何一个法门，在认认真真修持的情况下，得到的一切果位都是解脱的果位。但是这个解脱是有时间上的顺序跟区分还是有的。但是为什么说解脱是最殊胜？因为不用再轮回，不用再轮回。但是这个里面真正的获得最圆满的果果，还是会有一些的区分。但是在修持大圆满法的一个人来说到，就是得到的这种成就是最高的成就，佛教九乘当中最殊胜、最高的成就。而且呢，这修持的方法来说的话，也是最快速的方法。那么最快速、最简单，每个人一听到最快速、最简单的时候，是不是比实践的一个上个小学还更容易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也是不对的。它需要非常经过真正的一些修炼跟真正的修持。最主要呢，就是内心里面的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相信和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从佛教九乘当中，从小乘、大乘、密乘、金刚乘，这所有的九乘当中来说到，就金刚乘的在修持阿德瑜伽大圆满法的，它的最终的条件就是对上师的信心。你把对上师作为佛陀一般的看法，那你的成就就是完全是不会有连不需要产生一个会不会得到成就这样的一个怀疑都不需要的。但是你没有办法达到这种信心的时候，那你就再努力也是不一定能得到多大的成就跟结果。因为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对上师的信心。如果是一切靠上师的信心，而上师心相续当中的成就能够可以融入自己的心相续的一切的这种修持方式，是只有大圆满法才是最要的，而且最殊胜的这个方式所以其他的所有的传承里面来说的话，也是上师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些里面呢，就像小乘的话，那上师就是你的善知识那么在大乘里面也是一样，上师就是你的善知识如果是违背上师的语言，那你也是会变成在这个修持的这个指地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会产生这个成就跟功德的障碍这个没有错，但也是不会直接下地狱的那么小乘也是同样尊重上师，然后怎么说呢？那个依止上师以清净心来依止，然后不违背上师的语言的情况下，可以得到成就是很快，而且也是有非常大的功德。那么违背这些因缘的时候，就变成成就的障碍是没有错，但也没有说直接会下地狱也有一些的罪过肯定是会有，但是在修持密宗的大圆满法里面就不一样。一个修持大圆满的弟子对上师不够尊敬，然后就起了邪见等等各种各样的违背上师的意愿的话，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地狱，没有第二个路可以走。所以呢，这个方面来说到其实非常重要，根本是在哪里？根本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对上师的这种信心跟这个方面，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长那帮夜景，一个南极完了这个夜，日本做了这个。